那火龙果长气根啊，你看，为什么火龙果根会长在这边呢？没有长在这边呢，奇怪了，火龙果怎么会这样呢？生命力很旺盛呢，还可以长成这个。你看，气根要长在这上面的了，不一定是向下的，也有长在向上，也有在长在上面的，也有长这样的。哦，竟然火龙果会长根出来，长这个样子了。你看，哦，火龙果奇怪，就是为什么会长根长这个样子了？你看。那火龙果会长根长这个样子啦，哦，也有气根呢哈，兰花有气根，这个火龙果也有气根呢哈，竟然会长根长这个样子，你看，啊，火龙果竟然会开花结果。要给它足够的养分、水分、阳光、空气、水。哦，这个是有加绿色袋子的绿色网，但是哦，没有注意到它的太成熟了，因为手一摸就空虚的是烂，前端已经烂掉了，也变成那个蚂蚁做窝了。哎，那如果要起下来要这样切，起下来要这样切，不然哦，那个你要转拔掉的，它会有伤口，很快就会烂掉。那这个是还没有过成熟，过成熟的话要看那个表皮颜色变成，哦，你看变成这种颜色。